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。今日帶大家去位於馬灣嘅羅亞方舟，大家要記得睇到最後啦。帶狗狗去馬灣，如果選用公共交通工具嘅話，可以揀搭船或者寵物巴士。搭船同寵物巴士嘅資料可以參考另外2條影片，影片連結我會放返喺 info box。時間關係，我哋已經嚟到咗羅亞方舟，買飛先。入場費方面，成人票價就198蚊一張，小童及長者就158蚊一張，3歲以下嘅小童免費，狗仔就50蚊一張。咁我哋入場啦。狗狗入場前要出示針卡同掃晶片。終於入到場啦！呢一次係我人生第3次入羅亞方舟，上一次嚟已經係10幾年前跟學校嚟啦。呢度有狗狗手推車出租，大狗 size 都有。我建議一入場先去方舟花園影相先，因為喺戶外有陽光嘅話，影相得靚啲。呢啲動物據說係跟真實動物嘅 size 1比1做出嚟㗎。雖然呢啲動物係假，但對 Taco 妹妹嚟講都睇得好開心。如果想影海景嘅話，記得嚟方舟花園度影。呢度係著名嘅打卡位。好啦，我哋入室內嘅展館入面參觀啦。不過室內嘅展館，狗狗就一定要上返車啦。一入場就有啲真嘅小動物睇，我覺得呢一區係全個展館最好睇嘅地方。其中一個展品係象牙，好大隻啊！如果用 Taco 妹妹嚟做對比，唔知大家感唔感受到隻象牙有幾大隻呢？想問問大家，有呢個標籤嘅話，係咪代表呢隻象牙係真嘅呢？如果觀眾知道答案嘅話，可以留言解答下我。繼續行就有洪水影院，介紹羅亞方舟嘅故事。不過我就預唔中播放嘅時間，所以我就冇睇啦。然後就去咗個關於宇宙太空嘅專題展覽，都有啲小動物睇。成個羅亞方舟嘅室內展館就差唔多行晒啦。真心以接近200蚊一張嘅成人票價嚟講，就唔算有咩特別好行。如果觀眾有小朋友，就可以不妨一行，或者嚟羅亞方舟玩返晚 Staycation， 咁就可以順便玩埋個羅亞方舟展館啦。去其他地方行下啦。我哋嚟到專為無限而設嘅無限躍動天地，俾 Taco 同妹妹放下電。依家羅亞方舟大推寵物友善，所以多咗好多寵物友善設施，
例如公園、手推車租借、staycation 等等。以前帶狗狗嚟挪亞方舟有體重限制，依家就全面開放，大狗都嚟得啦。買飛入場嗰陣時，會附送一張寵物禮品包嘅換領券，可以去 Information Centre 旁邊叫做寶貝號嘅禮品店度換領。我哋當日嘅禮物就係小狗用嘅喇叭。玩咗咁耐，好肚餓啊！我哋去咗挪亞廚莊度食啲嘢。挪亞廚莊主要係食小食，我哋食咗燒賣同埋披薩。食飽飽休息夠之後，我哋就早啲行返去寵物巴士站度等巴士返屋企嚕。今次嘅挪亞方舟之旅大概就係咁樣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就俾個like支持我哋。我哋喺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